何超蓮35歲生日宴，賭王家族跨房大團圓。何超瓊罕有出山，跟住弟弟妹妹又跳又唱，胞弟何由啟獻吻送祝福，現場氣氛嗨到不行。但翻遍所有相，睇完所有片，始終少咗一個人，佢老公竇驍。去年缺席，今年又缺席。一個已婚女人嘅生日宴，親朋好友都喺，連平時好少參加家族聚會嘅大姐何超瓊都嚟咗，唯獨老公唔見蹤影。呢個到底係巧合，定係兩個人已經各走各路？去年就轉過婚變，兩個人冇否認亦冇承認，只係低調咁過自己嘅日子。但一年過去咗，竇驍都係冇出現喺何超蓮嘅生日派對上。一個男人連老婆生日都唔出現，係真係忙，定係唔想嚟？今日我哋就由呢場生日宴講起，到何超蓮同竇驍嘅戀愛史、婚後生活，再到賭王家族對呢段婚姻嘅真實態度。第一部分，生日宴，全家都喺，唯獨少咗佢。琴日澳門霸王茶姬開幕，何超蓮坐私人飛機直接去新店打卡，仲喺社交平台曬咗打卡相。佢着住紅色間條帽袖上衣配白色褲，紮住低馬尾，揸住公仔合照，心情睇落好唔錯。剛好撞正佢35歲生日，親朋好友特登幫佢搞生日派對。現場有兩個蛋糕，一個係佢中意嘅小羊造型，另一個係朱古力蛋糕。何超蓮笑得特別開心，面上仲帶住啲唔好意思。佢隔籬企住嘅係家姐何超瓊，兩個人雖然年齡差好大，但關係非常好。何超瓊特登趕嚟幫呢個最似自己嘅妹妹慶生，仲跟住一齊又跳又唱，活力滿滿，完全唔似60幾歲嘅人。胞弟何由啟都喺，面色潮公有啲微醺，喺隔籬幫家姐唱生日歌，現場氣氛好嗨。何超蓮嘅親友圍成一圈，舉杯、拍掌、起哄，熱鬧到不得了。但問題嚟咗，咁多人嘅合照入面，竇驍喺邊？去年何超蓮34歲生日，竇驍缺席；今年35歲，竇驍又缺席。如果係普通夫妻，老婆生日老公唔喺場，仲可以解釋成工作忙、行程撞期。但竇驍既冇喺社交平台發文祝福，亦都冇被影到出現喺澳門。一個已婚男人嘅老婆過生日，佢連句公開祝福都冇，呢個正常嗎？有網友翻遍何超蓮生日當日所有動態，冇一條提到竇驍。竇驍嘅社交賬號都靜到好似乜事都冇發生過咁。呢對曾經高調晒恩愛嘅夫妻，而家連面子工程都唔做咗。第二部分，戀愛史，鬆高調晒恩愛到集體沉默。何超蓮同竇驍啱啱喺一齊嗰陣，唔係咁嘅。2019年兩個人戀情曝光，竇驍喺社交平台大方認愛，配文係哈哈哈，係我。何超蓮都甜蜜回應，兩個人恨不得將恩愛晒到全世界都知。嗰段時間佢哋成日被影到拖手行街，一齊去旅行，一齊出席活動。竇驍亦都被叫做賭王準駙馬，風頭一時冇兩。何超蓮上綜藝提到竇驍，成面都係收唔住嘅甜蜜。竇驍接受訪問被問到何超蓮，都會笑住回應，話佢係我好重要嘅人。但結婚之後話風完全變咗。2023年兩個人喺巴厘島搞婚禮，使咗半億，場面奢華，請咗圈中唔少好友。但婚禮之後，兩個人同康嘅次數越嚟越少。竇驍嘅社交賬號幾乎唔再發關於何超蓮嘅內容，何超蓮都好少提起竇驍。港媒開始轉分辨，話兩個人已經分居，話竇驍受唔住豪門規矩，話何超蓮屋企人睇唔上佢嘅家世，話佢連賭王家族嘅聚會都唔獲邀參加。但兩個人始終冇正面回應，唔否認、唔承認、唔解釋，呢種沉默比任何回應都令人諗多咗。有網友統計過，2024年全年兩個人被影到嘅同康次數得3次，其中2次仲有旁人喺場。2025年更加少，得1次。2026年到而家1次都冇。呢個邊似夫妻，連普通朋友都唔如。第三部分，
竇驍去咗邊，缺席嘅 N 次方。翻睇何超蓮呢一年嘅動態，竇驍嘅缺席唔係一次兩次。2025年何超蓮生日，竇驍冇出現。2025年聖誕節，兩個人各過各嘅，何超蓮同屋企人食飯，竇驍被影到喺內地同朋友聚餐。2026年農曆新年，何超蓮同屋企人過年，竇驍唔喺。2026年情人節，何超蓮發咗一張單人自拍，配文節日快樂，冇提到竇驍。2026年何超蓮生日，竇驍又唔喺。有網友爬出竇驍呢段時間嘅工作行程，佢喺內地拍夫，檔期確實排得好密，一部夫拍完接住另一部，中間幾乎冇空位。但問題係，一個演員再忙，老婆生日請一兩日假真係請唔出嚟嗎？如果真係有心，就算人唔到，社交平台發一句祝福都唔難嘛。但佢連呢個都冇，就算轉發一下何超蓮嘅生日動態，打幾隻字老婆生日快樂都唔過分嗎？但佢乜都冇做。更加令人注意嘅係何超蓮嘅生日派對上，賭王家族跨房大團圓，何超瓊嚟咗，何猷啟嚟咗，何超蓮嘅媽咪鄭婉珍都嚟咗。三房四房嘅人聚埋一齊，呢個喺賭王家族入面並唔常見，說明大家真係好重視何超蓮嘅生日。但竇驍依然缺席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竇驍已經好耐冇出現喺何超蓮嘅家庭聚會入面，上次被影到同何家人同康，已經係2024年嘅事。之後佢就好似喺何超蓮嘅生活入面消失咗咁。第四部分，豪門婚姻嘅壓力，竇驍真係融入唔到。何超蓮係賭王三太鄭婉珍嘅女，身家豐厚，家族關係複雜。竇驍雖然係知名演員，但喺賭王家族面前，身家同地位確實差咗一大截。呢種門不當戶不對嘅婚姻，由一開始就唔被外界睇好。港媒多次爆料，話竇驍受唔住何超蓮屋企人嘅挑剔，話何家人覺得佢配唔上何超蓮，話佢每次參加何家聚會都好似外人咁被晾喺一邊。仲有人話竇驍喺何家地位好低，連食飯都唔能上主桌，只能坐喺角落。呢啲傳聞係真係假冇人知，但有一個細節值得留意。何超蓮生日派對上，何超瓊、何猷啟都喺，何超蓮嘅媽咪都喺，但冇任何一個人提到竇驍。如果真係只係工作忙唔到，屋企人問一句竇驍點解冇嚟都唔過分嗎？但鬆流出嘅相同片入面，完全睇唔到任何關於佢嘅討論。呢種刻意回避，比直接講佢唔嚟更加令人浮想聯翩。有網友翻出竇驍早年嘅訪問，佢話自己係一個好隨性嘅人，唔中意被約束，唔中意參加嗰種講究排場嘅聚會。但何超蓮嘅家族聚會，恰恰係最講究排場嘅。竇驍融唔入去，亦都唔願意硬融。時間耐咗，佢索性唔嚟啦。何超蓮夾喺中間，一邊係屋企人，一邊係老公。佢揀咗邊個？由生日宴嘅合照嚟睇，佢揀嘅係屋企人。第五部分，何超瓊罕有出山，呢次生日宴唔簡單。呢次生日宴仲有一個細節值得深挖，何超瓊嚟咗。何超瓊係賭王二房嘅大女，何超蓮係三房嘅女。按照賭王家族以往嘅慣例，唔同房之間雖然表面和氣，但私下來往並唔頻繁。何超瓊平時工作繁忙，好少參加家族聚會，更加唔使講幫同父異母嘅妹妹慶生啦。賭王在世嗰陣，各房之間各過各嘅，除非係賭王嘅壽宴或者重大節日，否則好少聚埋一齊。但佢呢次唔單止嚟咗，仲跟住弟弟妹妹一齊蹦迪、拍掌、獻吻，呢種畫面喺以前幾乎唔可能睇到。何超瓊喺公眾面前一直係端莊穩重嘅形象，好少睇到佢咁放鬆嘅一面。有人話何超瓊係睇喺何超蓮媽咪鄭婉珍嘅面子上，有人話佢係喺度代替賭王照顧所有仔女，亦有人話何超瓊係用呢種方式對外傳遞一個信號。賭王家族好團結，唔好亂估。但不管原因係咩，
何超瓊嘅出現令呢場生日宴嘅規格一下子拉高咗，但規格越高，竇驍嘅缺席就越顯眼。連何超瓊都嚟咗，竇驍卻唔喺，呢個真係只係工作忙就解釋到嘅嗎？何超瓊係咩人？信德集團主席，身家幾百億，日程排得比竇驍仲密。佢抽得到時間嚟幫妹妹慶生，竇驍請唔到一日假，呢個講唔通。第六部分，分辨嘅可能性，佢哋仲撐得幾耐？講返最初嘅問題，何超蓮同竇驍到底有冇離婚？目前冇任何官方消息，兩個人亦都冇正面回應。但從種種跡象嚟睇，呢段婚姻確實亮起咗紅燈。連續2年生日缺席，社交平台零互動，私下被影到嘅同康次數幾乎為零，冇任何公開嘅合體活動。呢啲放喺普通夫妻身上可能唔算咩，但放喺一對曾經高調晒恩愛嘅明星夫妻身上就好唔正常啦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兩個人早就分居啦，只係礙於面子冇對外公布。亦有人話竇驍想返內地發展，何超蓮唔願意離開香港，兩個人長期兩地分居，感情自然就淡咗。仲有人話何超蓮嘅屋企人一直唔太接受竇驍，婚後矛盾越嚟越多，最後行到呢一步。呢啲講法都冇被證實，但佢哋指向同一個方向，呢段婚姻可能真係撐唔落去啦。何超蓮35歲啦，賭王家族嘅女，到咗呢個年紀，該有嘅都有啦。佢唔需要靠婚姻嚟證明咩，亦都唔需要靠男人嚟獲得安全感。如果呢段婚姻真係令佢唔開心，佢完全有底氣揀結束。賭王家族離婚嘅先例又唔係冇，何超瓊就離過婚，何超鳳都離過婚。喺豪門入面，離婚唔係丟臉嘅事，勉強維持一段唔幸福嘅婚姻先至係。第7部分，你哋點睇？何超蓮35歲生日宴，家族跨房大團圓，何超瓊罕有崩迪，何由啟獻吻送祝福，所有人都喺，唯獨老公竇驍缺席。去年缺席，今年又缺席，一次係意外，2次仲係意外嗎？何超蓮喺社交平台發嘅相入面，每一張都笑得燦爛，但笑容底下收埋咗咩？只有佢自己知。竇驍冇發文祝福，冇出現喺現場，甚至冇任何公開回應。一個已婚女人嘅生日，老公連面子工程都唔做，呢個到底係唔在乎，定係已經唔需要在乎啦？有人話竇驍係被何家排擠，容唔入去；有人話兩個人早就各過各嘅，婚姻名存實亡；亦有人話佢哋只係低調，唔想將私生活攤喺公眾面前。但問題係，低調同消失係兩回事。你可以唔晒恩愛，但老婆生日你人唔到，祝福都冇，呢個已經唔係低調啦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。你覺得何超蓮同竇驍真係離咗婚嗎？如果冇離，點解老公連續2年唔參加佢嘅生日宴？如果係你能唔能接受另一半連續2年缺席你嘅生日？喺評論區話我知。